80年代，香港夜總會盛極一時，成為傾雕傾大 project 嘅首選勝地。老細揾媽咪，媽咪揾女，女仔訓練有素，收費透明，成個場好似一間中心化交易所，穩陣有規有矩，有板有眼。你揾媽咪等於有貨源、有服務、有監管。條女唔飲得，媽咪兜走；客人亂嚟，媽咪介入。所有人都係依賴呢個中央點嚟完成交易。直到疫情後，興起一種新式風月文化，泰吧場地唔安排軟件，閒閒地超過8、9幾條太直佳麗衝埋嚟俾你一輪視覺性騷擾，自己揀客，自己定價，自己收錢。個場只提供場地加酒水，軟件嘢全靠自己砌自己裝，冇媽咪，冇中間人，冇流程，完全係去中心化模式。去中心化模式聽落好似好抵，唔使俾中間商賺差價，所有嘢即場傾。二嚟啲女冇人照，場內雄性動物獸性滿滿，龍爪鷹爪功夫隨處可見，盡顯國粹。但係真相係你冇保護、冇條款、冇 SOP， 等於冇人救你。你一個唔覺意聽咗個悲情故事，飲咗幾杯酒，情感一下就沉咗船。再醒返，你唔止賠咗感情，溝下溝咗件海馬。海馬學名 Hippocampus， 為雌雄同體之物。你以為你係 trader， 點知做咗 LP 課金？你以為你係公子揾女尋歡啊？點知你先係俾人收割嗰件啊？中心化有安全感，只不過綁手綁腳。去中心化夠自由又好玩，但你要識閃、識擋、識避。政府都成日教提子提防騙子。多謝閱讀，鹹中得道。下集尖尖 Sir 繼續溝談闊論，溝暢不聞，純屬文化延伸演繹，丞相香港不聞教富貴安。